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田徑運動員江俊琪，好榮幸入選2024至2025升中之星候選人名單。我而家係一位全職運動員，以前係一個小學老師。喺24年，我放棄咗老師一職，全心全意投入喺全職運動員追夢嘅路上。喺2025，即係舊年，我參加咗全國運動會同埋亞洲田徑錦標賽，當中我喺亞洲田徑錦標賽同4位隊友一齊打破咗香港女子4×100米接力嘅紀錄，時間係44秒88。嚟緊希望有機會可以嘗試挑戰香港女子100米嘅紀錄。運動員生涯完結，亦都希望回饋社會，好好教育下一代。